安尼咱个练习后一首，什么意思？先开18页，550首，我做记录面顶。没搞完，那我还没放出去。对，那我就出去。好好，刚刚。所以你要这里都要找回音，都是这个手音哦。但我拿都是用环境来收，因为我没办法接那个，所以这里讲话这画面呢再调高一点。你即摆大家平安，昨暝敢困了好？今仔日咱搁一摆做一做会议，以做一个足水的命题，这拢是出自上帝奇妙搁丰盛的文体。领着欢喜的心，互师耶和华来到伊的面前，就用感恩的心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意。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圣诗308首，原编唱歌来学了。
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因为人的受气会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就消除一切打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就是行道理。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咧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咧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咧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做伙咱头来祈祷。主你灿烂的上帝，我满心感谢欢喜伫你神的主旨，讲正兄弟姊妹来依咱立着前基地，讲一暝的夜晚礼拜。感谢你赏赐阮逐项教育，互阮通伫大自然内面享受你一切美丽的创造。感谢你使阮有肢体、有团契的关系，通做伙伫基督内面交汇，分享彼此的信仰甲信仰。怜悯咱的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回想过去平安的日子，阮心存感恩。这个是阮要特别为着华人的王国中的存在来祈祷，因为风太大来大洪水，造成阮想袂到的灾害，造成一个家庭失实破碎，阮的心实在真悲哀，因为阮的同胞伫受苦，因失去亲人，也失去厝体甲财产。亲爱的上帝，求你伫患难的日显明你的慈爱。即几工，阮看去侪侪人自愿去灾区到乌土、到山岗恢复工作，这是台湾人无分彼此的疼，咱亲像你甲是阮一体受苦，全身躯干受苦。主啊，面对天灾，阮实在真微小，意识着家己实在拢无法度做啥物。要定心思考你的大光明超越一切，是阮无法度测度的。恳求你赏赐智慧和政府官员，伫安排救灾的事有对你来的怜悯，参甲受害者三甲受苦，也恳求你加添气力，伫救灾人员的身上，互因伫过程中拢有对你来的平安。亲爱的阿爸的上帝，求你互我有清气的心，有通听的耳，嘛有勇健的脚骨，通行做你所教示阮的真理。阮安尼祈祷，拢是伫基督耶稣内面。阿
是辛苦，迄个利益是小可，但是应欠就凡事有利益，因为有现实，甲将来活命的应允。即句话是通信，通交传才达的，因为咱着外出力，是为着即个，因为咱的愿望在伫真外的上帝，伊是正人的救主，比遮个神的人搁较神。遮个事，你着面面来甲死，无伫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伫行做、伫真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着记伊读册、劝勉、教示，到伫我来，把主的话刻条伫咱的心，选落来请联合诗班，献诗292首，现在，而我的心，你要亲近耶和华。
就看的风险哈，来提整咱的前途哈，提到讲建造教会其实是比较深意一点，对不对？基督徒应该很了解建造教会是什么概念，对不对？就是建造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个真的是很深意感谢上帝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2天1夜的安排。其实我们这2天的相处活动，或者是游戏，或者是我们的谈话，其实这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在影响跟建造你我的生命。也非常感谢上帝，这2天的行程呢，我自己感受起来，我其实是觉得还蛮顺利跟收获很多，对不对？对。有啦，我看到你们脸上的笑容就是了。好，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我们先来感谢。特别上帝，阮献上感谢，伫你写的日子，阮就进这几会，你有阮最这个所在，就是你信的信源，佮求助你的信息，也甲阮同在，欢喜阮的敬拜，欢喜阮的活，也欢喜讲阮的信仰，愿你有你，会美丽甲信心，佮一个来变过阮，将个时间投入用你挂念，当心喜乐的神，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的讲题叫做操练金钱。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听到操练金钱的时候，是不是各个不同的年龄层，大概就是想安息或者是觉得身心疲惫，就是当社畜已经够烦了还要在信仰里面被操。所以这个字呢，看起来其实会让我们觉得感受上，我在讲的是一种很直观的感受，我会觉得心里好像千斤担。那导致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跟大家对话。在基督教里面，或是我们在信仰团体里面在讲操练，又或者操练有什么目的的话，真的对你我来说是这么的沉重，这么的无法承受负重。我选的这段经文比天王台前书的信息2才到13章，其实这是一封灰啊，这是一封信。那保罗就是要跟他的那个徒弟提摩太讲说，接下来你很年轻啊，你要当牧师啦，你要教导教会你会遇到什么事情？那这一段经文大概是差不多在书信第一封书信的差不多快5我用一个比较概念性的来讲，因为我们今天敬拜上帝时间不是长的，不过呢，因为毕竟我们是拉出来野外的，因为我们的球友说，你们怎么会叫野外的？这应该只是户外的版本。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因为游览车的时间，所以我们的礼拜就是精简，然后有重点这样就好。所以这段经文呢，其实保罗要跟他的徒弟提摩太讲说，你要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那有一些事情你要这样做。然后呢，其实他的这段经文的高潮在这里，他在跟提摩太讲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因为呢，有好些人会用很多的什么术语，或者是道理，或者是老妇人那个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就是听信这一些谗言那这些内容其实会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复杂，但是它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让教会、让弟兄姐妹怎么样离弃性。其实基本上那一段经文里面好多那个时候的用字遣词你们翻第11页就会看到，什么世俗的言语，世俗的言语，一
远离上帝而已，他就是只有这个目的，重中之重。然后中间无论是你用灵界的来讲，用宗教信仰的来讲，用学说来讲，用知识道理来讲，说真的，这些都叫泛指各样的道理，泛指各样的道理。其实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有趣，因为他中间举了一个例子，叫做食物的例子。其实教会历世历代都会为了吃饭吵架，你信不信？我跟你讲，你认真去看新约教会，他们吵架不外乎就是为了吃喝拉撒睡。那你现代的基督教会现在吵架是为了什么？啊？什么？没吃饱？啊？为了钱嘛？而且也是要拿去付餐，对不对？爱餐要付到多少才是合理，才有基督信仰的那个生命？老实说，其实从头到尾在吵架，连耶稣吃饭都有人不高兴，因为耶稣都是用吃饭在教我们，在当中去分享他的事。但是他的这一个方式，耶稣选择的这个讲好听一点，基督教会是给耶稣说啊，这个叫做爱宴，讲难听一点，他就是吃饭。所以其实基督教会本质上就是为了吃饭吵架。那保罗在跟提摩太讲一件事情，我跟你讲，即便就算是讨论食物，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吃，你只要冠上了基督教会的教义，我跟你讲，它就变成好像是这么有一种道理。所以其实各样的道理，不只是你辨识的出来，或者是你要吃饭这件事情，你其实还说真的，你不认真想进去的话，你还真的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事情吵架。那我刚刚有说了，只要连食物它冠上了教义，都会变成一种道理来告诉基督徒你要选边站，可不可以这样吃？可不可以那样买？这个东西可不可以那样用？我就想说，其实这就是教会。我一直在讲下一个世代的教会，下一代去看，就是真的牧师很会做社会分析的关系。其实我们这个世代要承受的，其实差不多最困难的关卡，差不多一个时代的难处，差不多就是那样子。但是下一个时代会比牧师的这个时代更艰辛，因为你们要遭受的困难跟挑战，关乎分辨这件事情。分辨，牧师跟你爸妈的这个时代，我们其实我们面对分辨的这个议题，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困难的情况。昨天我在跟罗罗在谈信仰的时候，他导师提醒了一件，现代教会其实都要想，他就问我说，牧师为什么你都不会特别针对哪一个议题有特别的立场？我就说，其实是因为科技跟科技有关系。上一个时代的长辈们，其实你们在寻找知识这件事情，会跟现在年轻时代在寻找知识的方法又是不一样的。你们所寻找到的知识，得到上帝建立的这个世界，你们会认为，其实我只要坚定的坚持我所相信的主义跟立场，其实大致上在那个时代就怎么样，就已经完满了，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大家就会认为这就是道理，这就是某种真理，这就是一种可能大家要一起努力维持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一直到了现在的科技来讲，科技帮助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早就无远弗届，早就颠覆。所以基督教会，你要很相信，以前是世界的建构是你必须要倡议跟坚持某种主义，你会相信这个价值，这个世界可以一直走下去，而且是顺着上帝的价值走下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即便连台湾的政治，你都会发现好
有些例子其实没有不好。好，所以为什么我昨天在讲那一段那个陪领的时候，我用我的领修方法论来跟大家分享。我要说我没有要唱，每个人都要一模一样的，你只要建立，有建立出你自己维持读经的习惯就好。而我称之为基本功，基督徒的基本功而已，基本。因为你要在这个基本功上面去认识这个社会，做出你的判断，那个是后面的事情。那因为做牧师嘛，你总不能够一次全部都把道理讲清楚，不然这样你明年你会不知道讲什么。我如果用那个重复讲，就想把牧师都没有记，所以我们就假高式的学习就好。好，那所以保罗他在跟提摩太讲，你不要看这段经文好像很难，其实他也没有很难。简单的来说，他就是说你要干嘛？你要提醒你的弟兄姐妹们那提醒弟兄姐妹们什么？就是我刚刚上面那一段是，你不要远离上帝，你不要远离信仰。他的提醒其实就是这件事。大家弟兄姐妹，你就想说这提醒有什么好？有没有什么深度？我跟你讲，它可浅可深。厉害的呢，就是用神学教育嘛，然后就告诉你一般道理之后，就是结论就是不要远离上帝。比较浅白的说法就是鼓励陪伴劝要来教会做礼拜跟大家一起团契哪一个道理比较深？我同意玉慧姐的说法，我认为这两件事都很深，没有谁比较浅的问题。原因是这两个只是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鼓励劝说就大家要亲近上帝；另外一种是用道理说服你说亲近上帝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这两件事的做法目的都是怎样？都是同一个，叫你不要离弃信仰。好，所以其实你看那一句话，这句话有没有深度？这句话有没有深度？就文学结构来说，亚龙这句话有没有深度？一个动词嘛，提醒，然后名词，受词，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越来越会看重这样的句子，因为最难的总是最简单的动作。你要提醒弟兄姐妹、同学，我跟你说，弟兄姐妹们，提醒你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心理素质要多强？你要跨出去跟他讲一个嘿平安，对你们来说难不难？会不会难？经过这2天之后，心一长马上说难拜托，这我们都抽练过，我们2天就抽练了。但是回到礼拜天的那个主任教会，看到许久不见的，对不对？子瑜对不对？乔恩，OK， 你会觉得跟他们打招呼，跟他们关心，然后跟他们很自然。连靠近你都需要勇气，连靠近都需要勇气。若你没有在信仰里面有那么深刻的认识跟明白的话，其实我们单连靠近一个人都很需要努力。更何况，你知道提摩太要提醒他弟兄姐妹
操练金钱不是目标，但是操练金钱其实是一个 keep going 要做的事情，它是一个持续不断在进行的事情，叫做 VIH，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 VIH， 必须持续的做。所以在昨天的培灵会，我跟大家提醒一件事说，基督徒并不伟大，基督徒的伟大来自于他在事实上持续的做，而在上帝的眼中，他一直很重要的伟大。是的，觉得这回事，每个礼拜做一段有事，但它变成了一种你自己的心智、你信仰的操练时，在上帝的眼中就极其伟大和重要。有点没在意是什么？所以操练金钱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讲，但我就不讲操练金钱，因为我想要用操练金钱来回应我们这2天的一个活动的安排。操练金钱基本上就是为了要让自己远离上帝。操练金钱这件事本身不是目的。弟兄姐妹，操练金钱这件事本身不是目的，但是你用了什么方法操练了自己，才能够让你不要远离上帝。这件事，我作为牧师，我把这个主权放回到你的手上，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这个是你要想。那每一个世代的弟兄姐妹，你们遇到的挑战是哪种？长辈们，你们遇到的世代，在某一些以大局势来讲已经过了，那你们所要做的就是维持的传承。但是年轻人，你们要做的恐怕也不只是传承跟维持，你们还得在这个传承跟维持里面去为下一个时代的困境预备自己。我一直在强调预备自己，但是因为你知道，在教会我们这个不是盈利机构，所以我必须就是透过一般的服事，或者是我们例行性的事工来提醒弟兄姐妹，或者不同的时代，我是用这个做法。然后我感谢上帝的是，这2天看到非常多的年轻同工，在前置作业里面认真的用很好的态度和服事上帝的态度，在预备这些课程，是吧？你们昨天经验过的这一切，是经过修正版。也感谢之前的小组长，有些小组长、班长留下来在教会，在那边协助年轻人调整这个游戏的一些细节，怎么让大家才可以更顺，不是就是歪了，就是一直在讨论那个游戏的玩法。所以这是一个用心的过程。那我想在祷告当中也是非常的肯定。我有说了，其实不要让自己远离上帝，你必须要有所操练，你必须要有所操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提摩太，他仍然会遇到的挑战，来你们听听看。保罗在跟他说你要跟弟兄姐妹、跟教会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遇到的挑战就是别人会小看你什么？年轻，对不对？但是年轻是这件事的拦阻嘛？这件事就是指说那个操练金钱，然后要提醒弟兄姐妹，是这个拦阻吗？不一定，因为这个是在提摩太的身上会遇到的拦阻，因为毕竟他年轻嘛，然后要站起来提醒他的弟兄姐妹们都长辈，妈呀！然后大家想说很合啊，我吃过的比你什么？走过的桥还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提摩太会遇到的挑战。我曾经用这段经文做了松大开学礼的讲道，因为我跟我们的那个松大同学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长，我们就算是长辈，我们也有什么学习的能力跟自信，是吧？是啊，所以你如果把经文锁死在句子上，你会转过去。你可以自己带换，在你的处境上，你必须要思考，在你的处境上，是不是你需要去有一个背景，不要叫人小看你是女性，
就是不要叫人小看你没有钱，或是不要叫人小看你经历不够多。怎么会是你的生命可以被祝福的？我刚刚讲的那几件事，都是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可能会被别人看清的地方。所以，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重点在于，如果你要提醒你的弟兄姐妹不要远离上帝的话，那就要有很多的操练跟预备，不管是你的年纪、你的性别，或者是你的胆识，你只要讲上帝要你讲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刚强壮。你就要克服那些被轻看的部分。好，教会你也需要想这件事情。所以，当任何人在信仰当中互相提醒的时候，我们都要互相怎么样？都要互相去尊重。好，然后我在这边针对这句话，我也稍微有一个提醒哦。其实台湾人当然，你说提摩太他所经验到可能是被人家小看他的年纪。那你说台湾人会最容易看不起你什么？钱是一个嘛，那还有学历哇，好，还有呢，工作地位哇，你国小4年级就可以讲出这么有见识的话，真的是好民主。还有呢，很多对不对？其实台湾的基督徒心里很多对不对？自己。我要提醒教会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台湾人要很小心的问题。基督徒，你不要太习惯，你真的不要太习惯。即便这是世界主义，你千万不要太习惯个人主义这件事情。是不错啦，有自己的主权，是不错啦。你不被制约。我在讲的不是完全不要或完全不要，我要讲的是你要小心，不要太习惯。因为我之前已经讲，教会接下来该预备的是要准备打团体赛，知道吗？你没有团队，你一个人不行，因为你不是超人，你要记得这件事。而且，如果你太习惯个人主义，我跟你说，最后，即便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其实你看这个世界什么都看不惯，没有一件事情是你看不懂。你相信我，因为光是在教会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你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你就感觉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群体的信仰生活？就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个互动，在互相提醒。好，所以最后，操练敬虔。我要讲敬虔，就是我昨天讲的投入性的信仰关系，把你的全人放进去。昨天在来的路上，基督徒你要想，我其实昨天就是靠床边，然后我就看到，怎么会有交管，然后怎么会有那个什么，怎么会有那些拜拜？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他们昨天应该是有一个宗教节庆，在迎接他们在地的那个神明这样子。基督徒，你知道吗？当我看到宜兰人在准备供应他们的神明的时候，我就在做思考，在做灵修，也在做信仰反省。你突然发现，其实基督徒很常把我们自己的活动拿来跟其他宗教信仰做比较，对不对？然后所以常常我们内部反省，就是我们不要大拜拜，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以前我也很习以为常，我也觉得反正就是很好提醒。但当我昨天看到坐在路上摆好供桌的那群人的表情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基督徒，你不要太常拿自己跟其他的宗教比较。你可以认识不同的宗教文化，但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宗教信仰跟宗教仪式进去比较，因为他们纯粹从外观上来讲，人家的信仰跟敬虔，我坦白讲，基督徒比不上。但这个就是结论了，这就是结论了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上帝要的教会吗？我突然意识到，你不可以太常把自己拿去跟其他的宗教做比较，因为那些也不是上帝要的。但是如
生命，他要的是真诚的生命，因为从真诚所做出来的选择是真的。上帝要的是那一份真心而已，不是你的外在条件，不是你多厉害，是你无论在什么身份地位上，你的那一份真心诚意。我们很不好，其实上帝比我们都还知道。可是你不能够像现在的个人主义跟流行的话语说，我们躺平就好，我废我骄傲。弟兄姐妹，千万不可，你不能够直接放弃努力，因为上帝都没有放弃你我了，我们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摆烂？你不会想哭吗？你不会想哭吗？努力虽然不应该是标准，但是努力是一份真心诚意，即使你会被笑，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好不好？不要放弃。谢谢昨天所有的在场的每一位，无论你是小组长、长子、同工，或者是负责的弟兄姐妹。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活动虽然还没结束，但是依着你的投入，这就是你的激情，越上帝越难。我们同时来祷告，天父上帝，心上感谢，谢谢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关系，在这当中我们来体会你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子。也谢谢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谢谢祝福在我们所有的活动，还有所有每一份预备的东西。主，恳求你帮助我们，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因为知道你也喜悦我们这样，所以我们这样做。愿一切荣耀归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透过所谓讲道家人的，咱都看见家己是用真实敬虔的心来面对咱的信仰的事。
较喜欢听比较好的上帝，即两个一个咱念袂语，有哩咱一个心。我咱随时去思考阮的行为，思考阮的信仰，思考阮的孝顺。有哩咱互阮整个生命当中真正你的关心，相比来面对阮的一切，相比来面对阮的信仰，相比来互阮失去的人，大家活大，大家教会，大家家庭。阿妹兄弟，这是我恳求的一切，给咱这时将这一献上来使用，我们的宝贝。伫报告的台新，咱先参考来看即礼拜的进展。伫手册的第11页，手册的第11页，台语、华语各读一摆，咱先读台语。因为人生辛苦，日月是小可，若是必然就万事如意的。因为现是接续来外行的英文，题目改成书细句备战。华语因操练身体有些益处，但金钱在各方面都有益。它有现今和未来的生命的应许。题目开启出4章8节。我将报告，咱在一个礼拜结束了后，伫原地要去一场大合照，咱刷了就要离开。那工作的是。先来感谢花莲所取得的医疗大灾害，特别是病例。特别兄弟，病例已经有130万，我会当记得是稳定，我会当讲出我心内的艰苦、痛苦、困窘是稳定，是有力量。特别注意你知影着咱辛苦的花莲的这边，还佫有因为有共款的代志，身心灵体受苦的人，主啊，求你听伊，求你讲我较实，听伊，把你的艰苦你的目屎来记倒来内面，得到你的帮助安慰，感谢。有你也无想我今仔日伫遐的面顶，会拢伫你的欢喜甲喜乐的内底来完成。感谢感谢，都是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位弟弟，感谢来唱，算我谢谢。当记得你的敬虔来自于你对上帝的一份用心和真诚。当坚守，不要放弃那些会影响你爱上帝、爱人的一个努力和启示。当要有盼望，当要有盼望，你们要记得，你所做的从来都不是白费，那在上帝眼中都是和气。
永永远远。阿门。